新年恭喜！新年恭喜！无简单哦，咱旧年今年吼，真正足超前的，应该咱大家咱去把走着吼。感谢主互咱有经过，咱新年开始，主祝福咱，互咱新的希望，好不？好。咱先来练诗歌，请圣诗234，234诗。我心实在懊恼，因为上帝大恩，求我性命免得灭无，诚心诚意敬尊。来，大家来唱哦。来，我们在最头前带来吼，来。我心实在懊恼，因为上帝大恩，叫我心命免得灭亡，诚心诚意敬尊。第二再来，我谢我大主。来，结果再不出来。那是命那回，我来在路上，上帝主爱也完美为，不得是我模样。我心实在懊恼，咱应该懊恼咱的主上帝。过去的日子，伊拢因带领咱，互咱拢通做平安顺利，感谢主。好，来，继续来。新信息621首，记大上帝原理带我，阮过今世旷野地。我真软弱，你大权能，用手开我无犯罪。天的美流，天的美流，求你日日赐我，求你日日优赐我。来，较大声的来。只怕上帝原理带我，我过今世。
新的一年，咱要求上帝继续引带咱，互咱今年平坦的路途，咱就会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新的一年，我会再有缘，要再继续上这来认识我你，愿你帮助我，我会当祈祷的主意。愿看见过去一年，你照顾平安，愿同好乐，愿当伊早起才来敬拜，愿你这是让阮三个同在，变通阮大人心思意念，用较满心来甲你面前，有一边领受你闭关透通阮热的真实，伊都感恩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咱注意心。信心啊，你就学了摇歌，反正我来认为，就学了你的信仰。我的信心啊，你就学了摇歌，唔通袂记你一切的问题，而下面你拢总会做，以后你拢总会记。咱三个人诗，人生诗240首，我先一个学了。心里笑，感恩，叫我生命免治地无，信心诚意敬主，咱这一日来传授。
用用新的概念来对待信仰各位，来讲，你若尽心尽性尽力下注列兄弟，最大是我的亚西好之类，你也亚他并经过，你个样子必经就干你，只有来是专管大神列中文好，我以新的概念好你，就是领导三年，真像我听你。你若要安尼三年，你若三年，就要对安尼赛，你是我的学生。啊，这真济。但这是要来检验文第45篇，就是以赛亚40章，我来记，咱来做对来记。伊先就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有啥物人通甲我比？恁也甲看天。啥物人创造这个天？第啥？是上主。伊调集万军，圣因有效业。伊一个念伊的名。因为你比有大气力，有大官名。无一个无来。雅各啊，你是安怎按讲？上主无看见我的恩典。以色列人，你是安怎来按讲？上帝无关心我的所愿。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你敢有捌听见？伊是全地的创造主。伊未啊，嘛先。伊必无法度了解。这群的人，伊互因有关系。咱正的人，伊来因家己亏待。这位人拢会假设。永爽的人嘛会活乐。听一声，毋过我看上的人，因会亏待。因会亏待。因亲像鹰鸟，因息为权。因行为摇，行为真。以上，咱是咱做伙来做。自己点我来祈求上帝，你过守阮，阮平安顺利经过一年。虽然伫过去一年，阮受到真大的挑战。就是以前甲打乱阮的正常生活，我是助力疼阮，阮无拄着好这当天的事，阮拢通平安经过，阮变成满心感谢。今日是新年第10个礼拜日，就是帮神阮新的年有新的期待，是5月就是新的风采。读经运动。把心来明白注意，就是有想有智慧，有阮正兄弟的心情。阮会当怎样会将主的福音推荐到伫社会信任朋友的身上？互因有份来明白你，就以真我上帝，在你来回应你，感谢主。临到夜晚，我也会讲，伊是我做啥物所在，是我的山寨，就是我的上帝。我所保护，感谢主，新的年开始，由你带领阮行你所要祝福，所要爱阮行的路，无像世间歹的引诱，因为你一定会踮伫阮中间，随时提醒阮、保守阮，这阮是时当在。这个为着基本教会的时间，阮要先专注进入到新干部。各团体长，以及阮社青团长、生活队队长，甲全主持楼的校长，由你提升因智慧和才华，阮教会的团体就因领导无论信心、才华，一切拢有好成绩，好的作为，来影响主理的。我们要为师父缺满了这。
献上伫你面前，求你医治，会是甲因同在，通过你圣灵甲医生的力量，互因身躯加以治疗。心灵信心软弱的，求你特别保守，将你搁真搁活的事情甲因做伙，互因当光荣壮大，行条正义道路，我感谢你。啊，这高兄弟，也要求你甲因在，无论伫什么所在，你的圣手过事因，互伊啊信心坚强，互注你的心志，那坚实无亚势。问题啊，当出入来我，拢有主你的平安，带伊感谢。啊，这是阮用阮早起一回献你，你所奉主耶稣名，阿门。当日团契，伫咧小要电视，用伫教会广播拍大爱。
人的干净，好听我无到上帝，但是要来遵守上帝的话。诗篇第81篇，诗篇第81篇，1节到16节，来做来用手第1节，念伊志愿敬拜所在，既然伊的行义，伊专营唔到要我的讲，伊是我将所在。大家平安，咁阮我就即个口罩，这样会记落来，好，今日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是2022年第1个主日，感谢上帝，遮尼侪人来到伊的面前，要来学乐，要来敬拜伊。咱对2022年开始。咱教会牧师甲传道拢咧用即本叫做新眼光读经本伫遮，要来做即个讲道的主题。所以今仔日1月2号，咱就牧师用1月2号的新眼光的主题，就是伫咧困难中的歌曲，因为伫今年的中间。咱的教会咧有2项真重要的事工，咧伫遮来推展推广。一个就是即个新眼光读经本，新眼光读经本；一个就是要来推动教会甲咱的家庭的 RPG，RPG 的祈祷。所以今仔日我首先来分享的，就是即个有关新眼光读经的推广。首先，咱要请每一个兄弟姊妹，你若无早返去的，即马一个人摕一本
是眼光读经本转去，若是无够，你摕无着，较紧的伫咧内，也是迄落警告，我搁去甲因讨，搁去甲公报社伫遮讨。然后要安怎样做呢？就是咱按照即个逐工的进度，一工差不多用10分钟左右就会使，10分钟来读经来默想，咱用上帝话来养饲咱上灵的生命。咱拢知影，人食饱才有气力，是无？对无？爱食饱总是咱内底迄个灵，咱的灵嘛是共款爱食饱。你的灵若无食饱，就软哥哥啦，兄弟姊妹。所以咱的灵爱食饱，才有法度来面对着咱人生所要拄着的真侪的遮个挑战。所以对今仔即个今年开始。即个若牧师甲传道阮的讲坛尽量要来配合即个新眼光，尽量啦，因为有当时嘛会无拄好的事来配合即个新眼光的读经本，让咱教会即个圣经的填充题，大家看卖这个字有大字无？就是要互囡仔到老大人，大家拢看会清楚，会当写。并且真简单，你一工其实干那一题尔啦，一段经文尔，所以咧，咱差不多要来配合即个圣经填充题嘛，共款要来配合圣眼光的经文，为着要鼓励咱兄弟姊妹，大家斗阵来，全家大细拢总来写即个新眼光，咱的财务长伊咧遮要来编即个预算，要来鼓励咱互咱无论是心灵，拢要互你丰盛富裕的稳定来祝福。所以今仔日你着爱摕一本新眼光转去，甲一张的圣经填充题，牧师的信心真实。我即礼拜敢若印70分啦，所以你若是摕无的时阵啦你嘛爱讲内容了，较紧的搁来印若是看拢总无后礼拜牧师就搁印80分、90分、100分，望咱每一个人拢总来。所以咧，兄弟姊妹，咱要怎样伫遮来使用？你每一工用10分钟。即个10分钟的中间你用5分钟的时间，5分钟的时间就好。你来读今仔日每日新眼光伊的啥经文啦，譬如讲咱今仔日就是诗篇91篇，你就来先来读诗篇91篇，然后甲即个诗篇91篇，咱的圣经填充伫遮的。读一遍了后，就开始来填充写去，差不多5分钟，你绝对写会了。然后剩的5分钟，把即个内容搁伫遮来读，然后搁花时间来默想，迄是将迄个经文咱即马即个节目内底经文，嘛是今仔日迄个新眼光读经本的经文。小可背几届呀，该上好用背起来。安尼你的10分钟，兄弟姊妹，你若时间真暗的时阵，你听到5分钟安尼我紧，你就读圣经写填充，安尼就好啊。迄个内容信息有时间较读，无时间就互伊背。一工就是读一篇。然后写一个的圣经填充题，安尼就好，有简单无？真简单对即个你啦，你嘛会使写所以鼓励来写这个我们的小朋友那2年级以上，1年级其实嘛会使，2年级以上都有法度来写，
甲老大人，阮伊特别用上悬的，所以吼，唔好拍国目睭袂使哦，吼，你真大意，吼，兄弟姊妹，咱千万唔通小看这5分钟的时间，你若坚持落去，逐天坚持5分钟，安尼坚持落去，你会发现着讲，平凡的生命会变成做伟大。咱请伊生命会变成做光荣，因为伫即个5分钟的内底，你是甲即个全宇宙上界伟大、上界强的能量、力量、快乐，而且安那结连做一伙啦。你是甲即个全能的主上帝结连做一伙呢。所以这就哪清楚？你的汽车需要加油，你的电动车爱充电，你的手也唔共款爱充电。所以啊，咱这5分钟的时间，你读上帝话，就是互上帝话来清除你生命内底一寡本色，无合上帝心意本色来清掉。互你即个内底，迄个软正的灵，你已经卡真久啊，卡伫遐卡真久啊，行袂应当啊！即个是你需要圣神的油，甲你加添你的能量，你才有法度精神佮光荣壮大起来，你才有快乐来面对即个世界。你哪知？要拄着下遮的挑战，也是你的生命中真侪应用。兄弟姊妹，咱知影，咱即个人，他拄啊圣欢，他拄啊咱的抗疫团结咧联的生活，你来看见人的生命实在是真软正，亲像风，亲像云，一个飞就无去啊！你常常也有分享讲迄个。他拄仔咧唱的迄条诗歌，是一个老爸为着伊几岁查某囝，忘记20几岁的查某囡仔，小学啊，眼睛对吧？是不是？小学。小学而已啊！伊查某囝跟他小学那领，就拄着眼睛，哇！迄个是要安怎样？即个老爸为着要来鼓励这个查某囡仔。人的性命虽然遮尔软正，虽然亲像风、亲像云，安尼一个飞就无去啊。总是，如果咱将伊看做这是上帝的色彩，上帝伫咱生命中会挑战，咱的目睭、眼光就无同款。所以兄弟姊妹，新的一年开始，咱用新眼光，就是上帝眼光来看。发生伫咱生活中，才会大细的遮个代志。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虽然是遮软正、遮软弱，总是如果咱来当甲即个全能的主上帝结连做一伙，哎呀，这就是不得了啊！你的人生变成做有价值、有意义。所以兄弟姊妹，咱爱知影，你毋是一个人孤单咧行即个天路，你是有一大群人咧陪伴你，咧鼓励、咧帮助、咧扶持你。所以，请咱斗阵来，爸爸妈妈带囡仔，阿公阿嬷夹夹你的囝儿时势，大家拢总来读，是眼光，一天用5分钟写，佫用5分钟来读，等到1个月了后。你全家拢总家己订做一份，莫毋免一礼拜来交一届啦，因为牧师嘛拢会到时咱就家订做一本，一家订做一本，然后摕来到会教。我甲咱讲是咱讲是3个月一届，咱的教会嘛咧3个月一届，就要来鼓励咱家己，鼓励咱家己哇！即个鼓励要互你笑嗨嗨，互你安尼哇，有期待。所以亲爱兄弟姊妹，
咱来想看下，如果你平常平常都无有甲即个全宇宙中上界大、上界强的即个能量、即个动力，来甲伊建立的即个习惯，我即摆咧讲的是习惯哦，你逐工的即个习惯，无即个习惯的时阵，安尼请问，当你拄着你的生命中的暴风雨、大风大影来的时阵，请问你要去倒位闪避？你要去倒位闪避？你要去倒位找迄个瓦克咧？兄弟姊妹，今仔日真恐怖的一项代志，就是即个世界局势是，毋是你想安尼平稳，安尼颠动来颠动去。咱的环境是你真恶伫伫遐来控制。咱来想看卖，啥物人有法度来想着讲迄个 COVID-19 新冠病毒一变再变，哇！今仔日这个叫做啥？Omega 毋是 Omega 咧，Omicron。那个已经都已经是第几遍啦？第4遍，变来变去。所以兄弟姊妹，是毋是会有第5遍来咧？第5个变化，第6个变化，咱毋知。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即个软只，你去意识着讲，哇，有危险哦，咱的心内底真自然就会产生惊惶不安。头一个想法，我著爱紧保护家己，这是一种自我防卫、家己保护家己的机制。惊是保护的机制，总是兄弟姊妹，咱袂使惊啊知影惊尔。你袂使惊啊知影惊，却毋知影你咧去倒位找一个避难所。你袂使毋知影讲，我要怎样来减轻我的压力，甚至来拄起即个互我会惊的即件代志。兄弟姊妹，人真软只，人需要有安全感，人需要有一个外壳。请问你的外壳是啥物？咱上古一句话讲：靠山山倒，靠人人走，若靠父母会老啦。所以就讲啥？靠家己上介好。也毋过，如果连你家己拢经袂落去的时，你是要安怎？咱诗篇20篇第7节安尼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总是愿要提起耶和华，愿是上帝的名。只有这个全宇宙中上界强的能量，上界伟大的动力，才是咱的外壳。兄弟姊妹，只有伊是咱的外壳。总是如果你平常拢无有即个甲上帝即个专营的主安尼连线结连的即个机会的时间，安尼当你危急的时阵，你要去倒位找伊啊？想讲，哎哟，无输啊！紧来替我祈祷，我拢毋知影要安怎祈祷，因为你拢无甲伊连线，你毋捌去甲伊讲话，你当然袂晓甲上帝讲。咱来学习，这是会当学习的。所以兄弟姊妹，一天5分钟，互你平凡的生命会变成做伟大，互你软且软弱的生命会变作光荣的壮大。今仔日的圣经在诗篇第91篇，在那亲像黑暗中的一帕灯啦，为咱指出真正值得外壳的到底是谁？伊个怎样伊才来保守看顾？伊个怎样会当将咱对惊吓的即个危险的中间来拯救出来？这是一篇
当你心惊惊，当你足无平安的时，请你掀开圣经，勇敢，掀开圣经的勇敢，诗篇第91篇，你着爱大声来读，大声来宣告，一直读，一直宣告，到你的心安静，满有平安为止。会晓无？爱会记，爱会记。哦，你试看觅，吼，人回想过去的一年，勇敢2021。上帝本是虽然是伫咧即个真艰难的环境中间，嘛是真辛苦啦，是无？哦，即个 COVID-19 毋是讲啊，基督徒惊来会，基督徒非基督徒会着，基督徒袂着，无啦，逐个拢嘛惊咧踹咧等，是毋是安尼？总是咱伫遮看去，上帝保守到即个看顾，拢无困难，关关难过关关难。若亲像诗篇23篇第40甲第50所来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主上帝你教我相爱，你的管你的腿拢安慰我，佮伫我的对头的面前，为着我来拜谢恩谢。什么人有法度伫你的对头的面前为你拜谢恩谢？只有一个全能的主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伊真做咱的歌曲，咱才有法度伫对头的面前来拜谢恩谢。这就是诗篇91篇第1节3页，吼，3页落去。第1节甲第2节，诗人伫遮所宣告，伫遮诗人大声按即个伊的心，甲迄个环境伫遮来宣告。来，咱斗阵来读，大声来读起来，预备来请。降于地关呀，光来的所在，迄个人要降于全能呀，论到了我讲，伊是我乐享所在，是我山寨，是我上帝，我所我靠的。你就是安尼甲宣告，甲读出来，大声读，兄弟姊妹。上帝讲有就是有，所以你爱宣告的是啥物？是你要爱的，你要爱有一个歌曲，你爱宣告上帝就是我的歌曲。你毋通甲上帝讲一寡无有诶无诶，你无爱的，你嘛踮遐咧讲。哦，圣经甲咱讲，你若讲出来，你就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宣告甲会重要，保守你的嘴甲会重要。你的嘴爱讲祝福的话，爱讲稳定的话，爱讲上帝的话，来祝福你的厝内底，祝福你的生命，祝福你的事业。所以兄弟姊妹，伫遮咱来看见，诗人来宣告上帝死的伟大的名来给你，这个名。吼，咱今日来传道嘛有讲伊个名，吼，而且咱来讲上帝，即诗内底上帝有4个伟大名，名代表伊个性质，代表伊个应用，而且讲伊是啥物？是至权的，至权的就是独一无二，全宇宙上界伟大统一者。第二，伊个名叫做全能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第3，耶和华的意思是啥？自有应有，宇宙第一，宇宙的第一因啦。哦，点是宇宙的第一因，第一个原因。哦，然后这个上帝啥？天顶第啥？上界权的这个君王。天顶迄个是啥？地监啦，地监伊嘛是伫遐咧做事的。
所以兄弟姊妹，你敢知？你敢较实在？你所敬拜上帝，就是一个真理、至尊、至关、至圣、全能的主上帝。搁较赞的，搁较赞的是啥物？就是这个全能的上帝，伊应允伊要安怎？会真侪咱的保护，伊要保护咱。兄弟姊妹，因为伊疼咱，有真理一位大权能的主，真侪咱的保护者，咱要搁惊什么？新的一年来到，明仔载虽然要怎样，你毋知，总是上帝伊遐掌管，伊要引传你的道路，伊要甲你斗阵行。你个人讲，上帝要甲你斗阵行。上帝要甲你斗阵我甲你个人讲，上帝要甲你斗阵行。所以，兄弟姊妹，咱爱知影，上帝的应允需要通过信心的宣告。上帝应允需要通过信心的宣告，才会伫你的生命中来成就。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想要互你的生命有新业意思来发生，你就爱用上帝的话，伫遮来大声来宣告。你就爱对圣经中找出你所要爱的这个祝福，逐天奉主的名来宣告。我的上帝是听我的上帝，我是活伫上帝的名内底，这么简单。毋过要互你的生命充满信心和稳定，所以兄弟姊妹，逐天安尼算，若是过一段时间了后，你回头来看，你会发现着讲，以前你看做真困难的代志，伫上帝面前拢无算啥物，已经解决啦，处理好势啦，事就安尼成，事就这样成了。你的上帝咧帮助你，所以兄弟姊妹，咱伫遮搁来看这个上帝怎样咧帮助咱。啊，伫咧诗篇91篇第3甲第4安尼讲，伊要救你脱离迄个掠鸟仔的人的网络，甲迄个毒害的瘟疫啦。伊要用家己的膝骨，甲伊压痛，你要倒靠伊的膝骨下。哦，后面即句非常赞，讲着讲啥？伊的诚实。伊的诚实是啥物？大势公大。兄弟姊妹，伫咱的人生的中间，有真济危险，是咱无法度去料想的，无法度去预防着的，是毋是安尼？吼，那亲像啥？迄掠鸟仔的人，伫迄个所在设立落网，迄鸟仔安尼伫咧天顶安尼飞啊！哇，我是一只小小鸟，欢欢喜喜在安尼唱歌飞来飞去，结果哭一个，哇，叫人安怎？哎呀，有时咱嘛是安尼啊，咱掠做讲真平安的事，突然间，这个代志就发生啊！哇，惊着，哇，带着，谁哪知影？所以咱掠做真好势的时阵，结果咧，哇，这个病来啊，啥物拢来啊，瘟疫来啊，这拢是咱无法度事先来了解，这是上帝知影，上帝知影，伊要亲像大只鸟仔一样，亲像家母一样，甲迄个细只鸟仔、细只家母来保护。危险要临到咱以前，爱先临到什么人？经过上帝同意，是毋是安尼？所以伫遮讲，上帝应允，伊永远无改变的应允，就是伊的信息，神的信息，上帝我保证，
就是安怎，亲像大大细细盾牌。有时你需要大盾牌，大的盾牌，因为迄个危险真大，迄石头足大粒的来降落去啊，大的盾牌。有时你需要细盾牌，大大细细，咱拢需要。啊，伫个即个旧年5月，旧年啦，5月进入即个第三季的警告，9月拢停止即个实体礼拜。哇，牧师就想讲，安尼拄好，咱有女单个爱我来替伊抒情，我即个时，就拄好趁即个时间来练琴。哇，练，我足骨力练到2钟头啊，他叫我操出肌腱炎啊，心肺疲劳。8月份钟头就已经受伤啊，总是就我爱插继续去练，想讲逐工用德国药安尼抹，去来我抹一罐，差不多1罐遮大罐抹1罐，安尼抹，无效呢，无效呢。咱11月说啦，阮说就讲，行啦，来去互迄个张医师看一届就好啦，是毋是讲一届好？我就是甲讲一届就好啦，迄个咱熟悉的，阮熟悉的一个张医师，结果哇，咱众圣长老足好意的，佮来赞啦，佮开车来赞，叫我家己，我是爱陪伴，你知无？佮开车来甲赞，安尼一声。咱就来去啊！人遮尔好意，咱要安怎迄落？结果一看到迄个张医师就甲我讲啥？哎哟，你实在是真严重啊呢，真严重啊呢！所以伊咧讲，伊就咧甲我讲，你若是搁延1、2年来，你就害忧虑啊！我咧想讲，到底是咧偌严重？嘛是会走会食会困无是咧安怎？是无？毋过咧，就2支针头受伤来尔，是咧偌严重，会当偌严重到偌迄落，就是讲，就已经3年外无身躯检查，无来去健康检查。哇，安尼无检查无代志，一检查拢代志。代志，讲啥物？迄天就看听报道啦，讲饭前血糖的已经冲到300几，迄个糖化紫色素10.8，血脂300几，血脂也300几。医生讲你拢5种药物拢泡伫个油甲即个汤内底啊。我即声较知影严重啊！医生佫甲我警告，你佫毋食药佫毋紧来弄好你会中风。牧师对即个中风就真敏感，你知影？为虾米？咱曾牧师因的第二个姐姐已经中风3年外。我就咧想讲，阮咧叶洪成牧师足够照顾伊牧师10年来甲照顾甲遐尼好势，若曾牧师咧，敢有可能甲我照顾？敢有可能？我就想讲，我也是家己照顾家己好啊啦。上帝啊，我需要你啊！所以咧，即马牧师真认真咧食药啊，嘛是去看医生，因为无希望讲我退休的时恁就甲我办个月事，安尼就毋好啦。所以兄弟姊妹，你哪会知影？这就想讲2支针头母受伤那尔，结果内底器官已经拢出毛病。所以咧，兄弟姊妹，咱了解他。若毋是遐尼侪姊妹，安尼一直咧催紧来去看医生，我嘛踮咧遐烂死啊！订单啦，无时间去订啦。时间总是哪亲像圣罗马书第8章28节所讲，万项事斗来，是要安怎？听上帝的人必须有用。所以凡事拢有上帝好的意思，
通过两医诊头仔受伤，开始来调整，来修补身躯的亏损。兄弟姊妹，咱人生咧拄着什款的代志，咱实在无法度去。咱唯一会当来做，求上帝的能力，求上帝来保护咱，无去拄着恶意干这代志。咱做四大人的，你著爱逐工为着囝儿逝世，逐工为伊来祈祷。你知影即摆囡仔甘做工课压力遮大个呢？哇，实在真吵！咱爱为着咱的囡仔祝福祈祷，求上帝互伊稳定，令伊帮助伊。诗篇91篇第5甲第8节安尼讲，才讲你无要惊即个黑暗暝会惊尔。来，咱读出来，咱来大声来读出来，预备，来。你唔免惊，暝间的还是你是要过的日子，也免惊暗中有形的瘟疫，还是中老被无人的毒箭，有千人为了去你的身边，有万人为了去你的正面，这样看你，不过你的亲眼看你，也看你害人受报应。兄弟姊妹，全能的上帝敢来使，所以你无论拄着什么款的这个黑暗面的暗时，有当时你会惊着的，会无？惊死，真醒过来，惊尔。也是你是有当时迄钱在什么，甲你写着，有当时人喙讲出来话嘛会那亲像钱，一颗蛋就来写了，作者也坐在这里也会中标，是毋是安尼？还是啥物？瘟疫，你中昼袂无人会毒箭，你中昼是着刷啦，哪敢着刷？哈尼济人伫你的身边倒，总是咱上帝保守，上帝就会帮助你。咱姊妹，诗篇91篇，真明显会当分做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第1节甲第2节的宣告，到第8节这是一个段落。第2个部分就是第9节甲第16节。来，咱过来看一张，来第9节甲第10节，伊加嘛上个讲，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伫疫情中至关的当着你的所在，患难无临到你，灾害也我不你的保障。兄弟姊妹，宣告毋是一届就 OK， 搁一届来宣告，很重要，还要再讲一次。第3届宣告，所以兄弟姊妹，咱伫遮来看，这是搁一届係真上帝的百姓，恁拢是蒙恩的人啊！甲你隔壁讲，你是蒙恩的人啊！你是蒙恩的人，你是蒙恩的人，所以请你爱用伊这能力。蒙恩的人爱安怎？免惊，只要信。甲你隔壁讲，免惊，只要信。因为你是蒙恩的人啊，所以你唔免惊，只要信。你只要有信，你爱迄个信心，信心介重要。真个时阵，咱信主已经真久啊。总是若是去拄着一个什么款的挫折，还是什么款的困难，还是什么病痛，咱就开始安怎？黑白想啦，有无？像我就黑白想啊，哇！我若咪就咧中风啊，是毋是安尼？黑白想啦，就马上拢来啊。所以兄弟姊妹，想东想西，想来想去，拢是一寡负面无好的思想。结果想安怎？会晓困袂去啦，烦恼甲困袂去，惊甲困袂去。为什么咱无法度专心来交托呢？为什么咱一人祈祷，一人烦恼呢？为什么？
迄是因为咱小事。咱弟姊妹，咱军队着信主的时间，哪来哪过的时阵，咱的信心需要长大啦。你一个囡仔若一直饲袂大，看你会烦恼啥嘞？咱共款，咱的信心需要长大。如果咱的信心一直停留伫囡仔迄个阶段，啊有糖仔食着笑到欢喜甲，啊若跋一倒着感觉哭你无爱家己爬起来，你若软食，别人就甲你若食满钱共款，一喙就甲你吞落去。你拢无要为着家己的人生付出代价，你要怎样期待着什么美好的收成呢？兄弟姊妹，下一页你爱勇敢行出去，无什么方法，勇敢行出去，靠主稳定行出去。困难无你想的遐尼困难啦。你的问题没有想象中，咱拢用想的较紧，无有你想象中遐困难。咱的主已经甲咱应允，伊要做你的避难所，咱一个咧行什么？基督徒，你做一个基督徒，你爱靠主，公强壮大。甲你的隔壁讲，靠主，公强壮大。靠主公平正大，靠主的稳定，你爱勇敢站起来，面对着你生命中的问题、甲难处、困境。因为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7节，甲咱讲啥？因为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毋是软请惊赢的心，乃是刚强的灵坚心。你的心爱伫上帝话语内底，一天一天来大。所以我苏哥讲一下，这个世界欺负软请的人你若软请，伊就甲你做满钱，一喙甲你吞落去。你这满钱若好记，看要安怎总是这个世界伊惊有信心的人。伊惊有信心的人，伊惊有上帝通瓦靠的人，所以你爱掠上帝做你的靠山，勇敢按你的环境，而且来宣告讲：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已经将至高者当作我徛起的所在，在下无临到我。袂寡骨我的保庇，为什么咱会当有这款信心？下骹，因为上帝我保证，下页，上帝信息的保证，甲咱讲什么？讲因为你就是这个上帝，要关乎伊的使者，伫你所行的路，而且来保护你。因咧用手来甲你合牢，免伫你的骹去踏着石头，你咧踏迄个屎甲即个泉，你咧行过也会使，甲遐会做破。兄弟姊妹，咱伫遮爱知影，你是来下一页，你是上帝的使者。你是有上帝使者咧保护你，若无上帝应允，任何的危险拢会临到伫你的身上，因为伫关键的时刻，上帝要差派天使出手来拯救、来保护。总是咱爱会记哩伫咱所行的道路是指咱爱行上帝的旨意。你毋通乌白做难产做咧，叫上帝甲你保护免伤啦。上帝阁会甲你教示。咱若是乌白来的时阵，上帝就甲你教示。总是咱若行去上帝道路，天使要甲你保护。
所以14节甲16节，而且搁一摆来强调上帝的应允爱伊。上帝安怎讲？因为伊全心，即个伊就是指咱。因为咱专心听上帝，上帝就讲伊要拯救我，要拯救。因为伊知影我的名，我要甲伊安置伫悬的所在。这是上帝讲出来的话。兄弟姊妹，你爱用即句上帝话来宣告。上帝讲，我即个人，我听上帝，伊就要来，要来拯救咱。所以知影上帝讲知影我的名的，知影我的名的，这就是意思，就是讲啥，心灵伫尊荣、尊严耶和华上，要甲伊藏伫个关的所在，就是保护安全。关的所在就是你无受到对敌的照料。亲爱的兄弟姊妹，咱基督徒毋通四界拍走。你故意走去迄个危险的所在，你要来试看卖啊！哎呦，上帝是毋是真正要差派天使来甲我的脚安尼扭条的，甲我安尼保护？咱毋通试探上帝，毋通试探上帝，总是咱嘛毋通袂记哩。来第一点，即个魔鬼哪亲像好势？世界要吞食什么款人呢？软弱的人，贪心。骄傲、自私的人，搁有离开上帝。如果咱是踮伫个上帝内面，任何的代志，要伫遮来甲咱读到的时阵，一定爱先通过上帝。哪亲像即个撒旦，魔鬼要害即个约定的时阵，伊爱得到上帝允准呢，伊才会当试探即个约定。所以，姊妹，咱爱理解。如果这是上帝允准，上帝允准这个挫折、这个艰难、这个困境、这个病痛临到你的时阵，你爱相信，为着咧帮助你成长，咧互你更较老练成熟。所以，兄弟姊妹，咱爱挑对的，唔通甲所有互你食。食鸡的人吃鳖，食鸡是吧？食鸡的人拢当作是魔鬼咧看，魔鬼过来甲我安怎安怎？咸菜，这就是上帝派来帮助你成长，帮助你生命会当哪来哪老练。迄个乌天使、黑天使，我后盖来甲咱讲分种天使的这个代志。所以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困境，咱首先唔好讲，哎呀，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怎么是我？我怎么这么倒霉？你唔通安尼讲，你爱讲问什么？主啊，上帝啊，你爱我伫这件代志，要学习什么功课？要学着什么款的宝贵的功课，要来互我来成长，求上帝帮助。新的一年。一定爱伫个上帝的话真道上来建立咱家己，互咱会当逐工拢有进步。咱来写，逐工写5分钟就好，写圣经轻松，互你的灵家持哦888，你的灵888，咱就有法度靠主得胜就得胜。好，来，请咱继续上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主上帝。主啊，我要专心听你，因为你是阮苦难的保障，是阮的倚靠。你要保护我，免去一切灾厄。主，你是阮的盾牌，求你伫阮所行一切道路，拢保守我，互阮免去拄着任何艰难。新的一年，阮搁要一届，请主你来看顾，来帮助。求你圣神照着阮的心，互阮会当放落心内的忧闷、烦恼、埋怨、惊吓，阮要地主的脚步，勇敢来行阮人生的道路。相信主，互阮的稳定是不存，丰盛个不为。
满心感谢，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林牧师用神演讲来甲咱分享。咱今年就是要用神演讲内底问答，来做答案。所以咱一定爱真清楚，咱要登记，你还佫剩几本啦吼？年底啦，较紧吼，所以咱即摆来回应用第二个，咱要来吟诗，人生诗622首，记大上帝。原理传我，每过今世创业地，我真软弱，记大原理，用手牵我无万岁。你的美娘，你的美娘，有你一日赏赐我，有你一日赏赐我，再来记来选。我。
一个礼拜中间，互一年中间，互皇帝分的头一礼拜，来到互恁所有的兄弟姊妹，互恁出入台湾，记住上帝，接讲头前一条路线。用交通啊，今仔日民主的妹妹秀芬吼，嘛伫咱中间吼无闲嘛转来吼，介绍来先咱先来温州的应付，来。因为伊先请我就来叫伊，因为伊捌我的名，我就要安置伊伫悬的所在。因为伊先请我，我就要叫伊，因为伊捌我的名，我就要安置伊伫悬的所在。咱年度总会是上甲年度总会是咱对不对？过来做过一项今年度上日要大接福每年这甲每一个8年来办，办理个那金经济那结婚中大会中大会，今仔是我是来报大会主要。礼拜后第2年的话，每礼拜才后头才继续拉下来办。这个团体会记到，伫有的是2021年年度，这个到11月团体下班经历到是1月16号来解释咱的打架完经营这个理解。感谢上帝。我跟伊地会长已经在算数，16号长是王文义，营销地会长来去。这个经会长是重视，如果跟伊地会长是那里跟伊地是王瑞成人事，中年跟伊是陈树谢，另外团团长林树新，另外队队长陈国良，并且另外队的队员上日接福，咱出来所做工，也是比较健康，就是来赞发这上帝经营因为后礼拜1月9号，也邀请这记者参加一个团体，团体中是关注。这个团体是将近年交规参加过，以宣告对8年开始，都会来做咱建8年建，尤其咱年度算今年度的时间决定重要紧，然后最后这另外要请咱的关怀记录来参与，应该拢知影吼，拜三、上午点是比较少落有家己的时候，应该讲时间会记是中午咯，中医进行叫做无关系，医师、大再生也是不存在，
第三条件已经因为1月8号这个礼拜日，同我即将换移大家要一般民事，也第是4个4班的，真的时间在住了。当日9点45分是教会3号，咧鼓励结婚咱们礼拜，欢迎来做伙参加。本来就是1月16日下晡点30分调去进行。加上是刚刚进行审理，但是要提的是1月17日泰国疫情到咱的县里同事，当日3点半，当日要到伫林信良乡，甲迄个就是家庭要做固定结婚纪念。日子是伫土城建国咯，3栋5下。226、488，欢迎咱做来参与。年度家庭礼拜甲安排大会、大会，每礼拜大会是正月每礼拜弄大工作来，欢迎咱兄弟是年中间至少安排是8家庭内底。家庭的事，出来之后，因为这日是结婚纪念日，咱们自己，就大会甲迄个时间点名来。2月甲3月平安讲10分钟以后，拿袂记啊，高兴。台北中会是11届第4次，因为1月11号礼拜六，中午是9点20点教会来主办，咱教会是无主理无主办，主六是主六，大家。新京先庄是2天9点到9点礼拜日，结婚加咱出来毕业证书，18载到。这礼拜首先1月15号恁小介绍，大家是主诉经济受的这个德比的加这一块了。好，那各位来祝少爷这来。关于咱的红的精神那个对吧？然后自主的到因在这时间这个拜六吼，非常重要一项代志，就是咱的志诚长老要甲再签名结做亲家啦，来看这个，来所以咱拜六吼，是，请咱拜六会记吼，几点爱来？好，9点半就来好啊啦吼，咱来到3点一个嘛好啊，吼，上半45分来开始，咱这个婚礼要用诗用歌学了上帝来开始，吼，所以咱较早来预办一下吼。好，来请咱即时去哩，咱3甲遮来遇到咱所需要大项咱遮来3体来带动，吼，来请咱将你所需要的，你甲你的上帝讲，你的上帝咧听你倒来，咱即时3甲来遇到。是阮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当阮来到伫你的手，阮宝座前，将阮逐项所需要一切带来到伫你的面前的时阵，主啊，你咧加添开来阮的心中，主啊，你咧用恩典诚做免流伫阮的头壳顶，主啊，你也要手术，互阮刚强壮大的心，互阮会当靠着主你的恩典来勇敢徛在。哦，主啊，你互
里，我要将阮的教会今年度下7个主题，就是要来敲找失落的灵魂，主啊，求你帮助阮，为着这灵魂，阮会当常常为因遮来代祷，阮也要来启造一个家庭这段，一个推动RPG 小组甲一个新眼光的途径。主啊，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诚侪养起阮灵魂的食物。哦，主啊，阮的灵腰个嘴大。哦，主啊，求你帮助阮，会当有迄个动力。主，我要食你的话，我要将你的话一句一句吞入去我的腹肚内底，吞入去我的灵内底，诚侪我的智慧，诚侪我的困难。哦，主，你的诚侪我的保护者，我满心感谢你。主啊，阮也为着阮兄弟姊妹，为着阮中一同甲每一个人的家庭，哦，求主是阮赐福，哦，保守看顾，大大细细出入拢总有平安。你来祝福阮的青年人，每一个人拢有工课通做，哦，这个老人，这个毋惊无退休金，主啊，求你也帮助迄个细囝智慧聪明，会当伫遮来学业拢会当做个真好势。主啊，我满心感谢你，愿灵力需要主你的稳定，求你的稳定之爱，灵力教阮三甲基地主啊，稳定主义的缀我到一世人，是阮的心安尼来选择主你的听，拢无离开阮，愿心感谢主。主啊，阮也要为着出国兄弟姊妹洪姨伫个英国，即个澳洲的即个论文。求你拢看顾带领因，互因无论伫达所在，助你车来天使四围伊的遮诚侪因的大细盾牌来保守看顾因，互因来找到一间教会，伫迄个所在来得到耶卡，伫遮所在有助你转灵的上帝诚侪因的即个来指引因。主啊，阮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也看顾带领，阮也要甲阮兄弟姊妹身躯冷静软弱病痛。虽然这语文兄就是即个秀雄校长的即个囝，春亮兄就是桂珍的小弟，主啊，这开明兄前几工嘛已经有开刀，拢求助你遮来看顾带领。新春兄就是秀萍的大姐，带风姐伊的小脑就是丝仔会读着，也搁有数着这阴线，你着这头皮会上，也搁有咱雷金姐伊的目睭会开刀，阮特别要来为着职业伤，就是这个出勤的先生，什么也搁伫家护病房，主啊，求你遮来灵力来看顾，主啊，也搁有官长老甲我家己的身躯，主啊，既然是身躯冷静软弱病痛的，阮拢要来交托伫主的手中，因为主你要来医治，要来帮助，要来看顾阮，互阮的心灵拢会当健康，起来要来服侍你。是主啊，阮要起来服侍你，求主帮助阮，恢复阮的元气，互阮会当有够夜的快乐来做主你爱阮所诚侪各样的事工。阮也为着遮的疫情也祈祷，求主帮助即个假期这段时间，主求你看顾每一个人拢会当自我管理，互即个疫情无伫遮来流害。主啊，满心感谢，求主赐稳定祝福伫阮正人的家，互阮每一个即个主你所听的人，阮拢得到喜乐平安。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继续行着咱来迎上言，圣经429，欢迎鼓励因我答复。
付，互恁行伫细利的路，遵守上帝旨意，听伊引导伊的道路。但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去买上帝听下，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恁正大家三甲一地，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在意主的到这去做，主刚才那里。